嘅馬咧，又開心宇宙鬥緊埋邊啊！創科群英啊，外邊大千紅心就開始上嚟啦，最出風神亦都爆緊上嚟啊！中檔位置仲有榮耀掌聲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透出嚟大千紅心，外邊風神一鼓作氣冚咗上嚟，兩匹馬拍住嚟鬥，後邊仲有榮耀掌聲，出邊位置就係堅闖啊，爆出尾啦！入邊仲有呢隻創科群英，接近終點，頂到馬頭之啊！外邊位置係風神，入邊大千紅心。好似甩甩地韁繩㗎啦，咁但係好似外邊嗰隻風神呢，都係咪識贏就係識贏啊？鬥贏咗呢，要影相啦，叫做啊拋甩晒。外邊係風神，入邊大千紅心，第3係榮耀掌聲。至於跑第4名嘅馬呢，埋邊中國心呢，捐咗上嚟喎，出邊仲有爆出美麗。風神啊，增程上嚟都連捷成功啊！大千紅心後尾着綠燈啊，跑咗個第2，榮耀掌聲嘅第3，中國心入邊杜婉欣穿上嚟攞咗個第4。哇！頭2馬都贏甩晒後邊㗎。隨石代表作嚟嘅隻風神，馬房好少見到 fit 得咁緊要嘅馬，真係13倍啊！